喂，河边派出所。无啦，这个先生下暗还袂过院，毋是约会时机啦。无，明仔载嘛还袂过院，拜托你莫急要出门啊。唉，逐工都无闲饲市强要冰岛，你哪会阁有美国时间做啥物新闻啊？我做警官有特价，竟然去需要一顶新帽啊！哦，你上好有迄个警官的特价啦，迄个特价哦，就是叫你莫结婚、莫生囡仔啦。你足神的呢！Hello， 阿美老师，囡仔，我袂记你去幼儿园接囡仔，我是什么代志啊？我头壳有够痛啊！这是什么所在啊？河滨派出所。我哪会伫遮？我想无呢。我去。先生，我操你是，这应该是死警警呼救啊！天公伯啊，安尼甲我拖拖啦！哇！没错，就爸爸，你甲拍个电话安怎？爸爸，不是你想的，我会使解释。你哪会规身骨疼刚刚？我手柄啊！我手柄啊！我才歹看咧，你这个不输鬼！我拢袂记得啦。我是讲，我毋是不输鬼哦，是伊。我歹看啦，都什么年代啊，都有人无穿衫就走出来。啊！这下来这边有大去大去啊！紧叫火车！你那边有无鬼啊？迄顶帽啊，才下你阵呢。是讲以前的代志，你拢袂记得了吼？是去弄着头是无？我敢若会记得，我原本咧调查，调查什么？我真正想袂起来。是疫症，你真正足怪异的呢。我叫做阿美，看起来是一个老师，不过其实我是一个发明家哦。啊，你敢会记得你叫啥物名？我叫达酷比。想莫讲我啦，无紧甲伊送去病院，敢真正无问题？你毋捌拄过爱情呢？因拢安尼声，只要着惊吓，就会进入假死的状态。若身体定酷酷，喘气变慢，心脏定起，粪口会做后生式的黏稠，佫会有臭风味，要甲歹人惊。但因身躯的化学物质体啊，自然就会进行。安怎是无？哪会撩我金金看？我是感觉你有够牛的，佫知影足侪代志。这是普通人拢知的知识尔。你若有兴趣，我家己发明的随身电脑会使借你用哦。我惊死！这顶帽啊有下你伫哦，不过你是谁啊？笑一个哦，我就知影我的警官特教一定准。这一顶是我天公伯来使我下就甲我斗相共。嘿，你记得开户之前是老东家斗相共啊，豆腐面。我就知你有来，我是来问讲上顶人家。安尼后一轮捌你工课就拜倒你啊！今日发生嘅代志，莫甲你我讲，知无？假死是百米爱鼠拄着危险的时会出的绝招，是用海无害时才会用假死这步，你安怎甲堵、甲抓、甲加，伊拢袂精神。若歹运，伊嘛是会顶答。比如讲，这个火车弄着的时，伊惊甲假死无叮当，电动的火车到时变做落崩死。所以演甲那真的演技，嘛是着看司机使用，调查完成一拍。